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主，我们都是有福气的人，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一起来到圣殿敬拜他。虽然现在外面天气很炎热，但是我们来到这里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谢谢主让我们有冷气可以吹。求主现在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安静心。我们每个人闭上眼睛，我们单单来仰望耶稣，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将心中的忧虑与愁烦，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你所经历到的各样事情，都把它交托给主耶稣。我们一起跟耶稣祷告，我们将眼目转向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单单爱慕他，渴慕他。这时也求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预备我们自己，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跟神说，在今天的礼拜中，我要遇见你。这时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你，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你而来。我的心可想你，渴慕你同在的美好。你是我生命的主，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你。这是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谷中百合花》。是我良友，有主神的万有，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邻友。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它，它们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悲伤是他来解忧，患难是他保佑，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主是真心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神的万有，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邻友。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它，它能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悲伤是他来解忧，患难是他保佑，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主是真心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一切忧愁，将我悲伤担当。当我受试探时，他是我力量。我愿尽心尽力爱他，毁掉一切偶像。他有能力保守我，为他而活。纵然世界弃绝我，试探我，却靠耶稣能过得人生活。
有能力保守我，为他而活。纵然世界拒绝我，撒旦来试探我，却靠耶稣能过得胜胜活。主是真心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那日在天见主面，享受主爱甘甜，有快乐将歌唱流至永远。主是真心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那日在天见主面，享受主爱甘甜，有快乐将歌唱流至永远。主是真心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是诚心灿烂光华。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一起赞美，一起感谢，向他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超过一切高山深海，你爱的江河也向我，紧握敞开我的心门，让一直热爱心怀我。
感谢主，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尊贵、权柄、能力都归给你。他是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一起来颂赞他。天上的父神，我们爱你。天上的父神，我们爱你，在全地上尊崇你生命，愿你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当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天上的父神，我们爱你，在全地上尊崇你生命，愿你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当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颂赞主生命全能上帝，期待正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主生命全能上帝，你作王到永远。天上的父神，我们爱你，在全地上尊崇你生命，愿你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当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颂赞主生命全能上帝，期待正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主生命全能上帝，你作王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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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王到永远，你作王到永远。是的，主啊，我们颂赞你，你做王到永远。父上帝，我们爱你，我们在全地要遵从你的圣名，我们要在地上宣扬你奇妙的作为，因为你创造了天地，你赐下了这个美好的世界地球，让我们生活其中，经历到神满满的恩典跟赏赐。神啊，当我们谦卑下来观看世界万物，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被你所珍惜的，是被你所创造的，是被你恩典满满遮盖的。神啊，让我们用欢喜敬拜，我们
们用虔诚在你面前摆列一切我们所需求，是因为神是供应的主，是四下万物的主。主啊，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个从心中唱出喜乐的诗歌敬拜你。愿神的恩典与我们的敬拜同在，圣灵亲自领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所读的经文，你的话语得到满满的激励跟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将这个礼拜交托在你手上，求你亲自来保守掌管。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哈，我们在荧幕我们来看，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来明白神的教导。我们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叫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恭颂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个经节。第一个经节，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第2个经节，彼得前书5章7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你们要将一切的忧郁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圣歌队献诗的歌曲是万民齐声欢欣歌唱。献诗完，请本堂牧师夏牧师讲道。夏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跨越生命的高山。
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圣歌队带我们唱这首美好的诗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平常呢都是第一堂圣歌队来献诗啦，比较用台语堂哈。那第二堂都是我们各小组哈，还有各不同的牧区来献诗。那有时候我们会安排相倒反哈，那也让我们第二堂弟兄姐妹了解说，我们原来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个圣乐四部的合唱，它的美这个圣乐的合唱至少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敬拜赞美的诗歌呢，或是比较属于现代诗歌，才发展在30-40年而已不同的领受当然如果我们第二堂弟兄姐妹你觉得对参加圣歌队有兴趣可以找我们的队长或是指挥来参加，你会觉得不同的领受非常的棒。第二个分享就是我们第二堂礼拜的这个讲道完呢，我们有一个医治祷告时间。那我们通常第二堂礼拜的弟兄姐妹，大家蛮自动的、蛮勇敢的，就一起到前面来接受大家的祝福所以我们第二堂礼拜，我们的同工有的在别的地方忙了如果在场的长老、执事、小组长还有代祷团队的，都可以出来做服事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在这个炎热的天气，感谢你让我们一个安静的心来到你面前。主，你的话语就像甘泉，非常的能保障，让我们的心得到清凉，得到祝福。主让这些泉水也像你的话语的恩典流入在每一个人的心腹当中，让我们感觉神的恩典同在，我们就有得力量走接下去的人生。愿神的恩典也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跨越生命的高山。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上个月6月9号，我们一起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人生红海，人生的红海，跨越的这个法则。那其实这个有两个对照了哈。那今天我们是因为这一首诗篇的诗太脍炙人口了，我们要一起学习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它的名称叫做“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是它一个副主题叫做“上行之诗”上行等于是往一个坡度往山上走的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诗篇120篇，
叫做朝圣之诗哈。原来啊，他在这个经文的解说里面有提到，以色列人呢每年至少有3次，他们要去耶路撒冷过节、守节，然后沿路从旷野或是从约旦河的河谷，要到山上去敬拜神哈，要有一个登山的路程。那这个路程呢，他们就慢慢发展出一种诗歌，一边唱一边和，大家好像在上山的过程当中来唱诗歌。可能大家对唱山歌哈最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很会唱歌，对不对？我觉得那个台湾的高山呢，就像一个很自然的音箱，哈，比我们现在的设备还更好的音箱。啊，在唱的时候，这个山谷哈，这个回声，哇，太漂亮，太赞了。所以很多原住民是天生的歌手。我们的布农族啊，会唱8部合音，因为在那种大自然的这个音籁之下，自然那种音乐细胞就被发掘出来。我们也看到我们台湾的客家人哈，他们哈也很会唱山歌，因为他们平常都在丘陵地工作。采茶啦，或是耕种啦，那这种很单调沉闷的工作当中，藉由唱山歌，大家来对应，当然也有一些情感的诗歌啦，爱情的诗歌。不过总之就是一唱一和，那种感觉会让你忘记疲劳。那要上山敬拜神他们就用这种诗歌来唱，这是他们这个背景哈。那我们也知道121篇呐。我想弟兄姐妹，你最熟悉的诗篇可能就是这个诗篇23篇，对不对哈？那这个121篇就是诗篇当中最受欢迎的诗歌之一。大概如果要票选前几名，大概121篇也是。特别当有好朋友要外出国啦，要远地旅行啦，你这首诗歌送给他，就是一个非常棒的祷告。但是它一个开头的主题叫向山所以第1节到第2节，它的诗歌的形式是诗人的自问自答，自己问自己答。然后第3到第8节就是一个祭司的祝福。我们再复习一下刚刚读的经文，他说：“我要向山举目。”他不是讲说你大家是我自己讲，我要向山举目。山举目是什么意思呢？是高嘛，所以才要仰头看山嘛。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这句话就蕴含了很深的意思。到底山跟帮助有什么关系？当然就是要爬上这个高山，就是一个挑战。特别是他们当要登耶和华的山的时候，这种祷告是一种跟神的对应哈。然后第2句自己回答，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可能有人在旁边搀扶你，有人在陪伴你，但是最唯一的帮助就是耶和华，他是创造天地的。然后第3节到第8节，他标明说是一个祭司的祝福。既然这一句话在问一答当中，既然是耶和华的帮助，那怎么帮助？就是由祭司来回答，他是这样帮助的。第一个，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脚摇动的意思是我们知道爬山山路不平嘛，崎岖嘛，不小心就会歪掉脚不小心就会滑倒因为爬山有重量嘛，所以脚会滑抖很多人爬到最后脚不动，因为脚不听使唤。还有不打盹，你知道这个守卫他打瞌睡那就很麻烦，一打盹就很多事情就会发生。前几天还发生一个新闻蛮有趣。他说一个小车站因为那个守卫那个车站的人员打瞌睡，他早上那个车站的门都还没打开。很多人要来搭第1班车要去上班，竟然没有门进来搭车所以那个火车当然一停，没有人上车就走了哇！那个车站的人被 K 得很厉害，因为人家要搭第1班要去上班你竟然
大门不开，那个火车站都还没打开。那不打盹表示说随时随地在注意啊，不会有任何的闪神了哈。第4节他说保护以色列的，他不是保护你哦，他说是保护以色列，整个民族也不打盹，表示他的能力不是单顾一个人，而是整个国家。诗人把这个以色列人被保护，然后他在讲怎么保护。他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庇荫你。你的右边就是表示一个有能力的帮助。他用日常的生活说，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我们在台湾最近天气热到不得了热到不得了不知道去哪里躲。如果有冷气的地方，大家是最喜欢的。我常常有时候台南都要骑机车骑机车最怕就是前面有红灯我们出去的中华路还有东门路都是大马路。一停就要1分半钟很多骑机车人受不了，在那边停红灯，对不对？太阳一照下来，没得跑，有人就跑到那个骑楼去。那牧师有时候要到东门路过去的时候，也是要停红灯，有人就跑到那个树下，要不然就是跑到那个有那个砍棒遮盖的地方。是的，台湾大概比较不怕夜间夜间的月亮很凉但是在中东那个地方，白天太阳温度高到不得了，很热到不得了，所以会伤害。夜间为什么会伤害？因为那个温差很大，那个皎洁的月光其实是隐含着那个被冻到了或是冻伤那种辛苦。所以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的服饰就是一件外袍，那一件外袍也可以当被盖因为到晚上就很凉了。那问题是，他用这样表示说，日常生活上的保护是被耶和华所允许的。第7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不只是免受一切灾害，而且连性命也要保护你。第8节做一个结论，他说：你出你入，出跟入，耶和华要保护你，直到永远，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在赠送很多弟兄姐妹，比方出国啦、当兵啦、留学啦，到外地去，用这句话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直到永远。这是一个我们最大的祝福那我们会了解说，这个诗篇好像爬个山，象山举目，竟然有那么大、那么慎重，原来有它的背景。这张图在描述说，中间这个叫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那个绿色的部分就是一个山坡往上。那右边有很多不同的山，看起来不像台湾的山那么青翠茂盛，对不对？树木那么多，也不像台湾的气候变化很大。但是这样的高山也算是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是很辛苦的啦，很辛苦的所以他们把上耶和华的山锡安山当成一种仰望或是一种慢慢行走就是要得保护的心情，就唱在诗歌上面了。那这一个地形图就是有高高低低不像我们台湾在西部的平原都没什么高山，但是到山地就那个突然间山很高了。它这个是一个剖面图他在介绍说像右边第2个就是凹下去的地方是耶利哥，它甚至是在地平面还有那个死海是在地平面以下的。然后这一个耶路撒冷在700多公尺的山上，那就是一个斜坡慢慢高慢慢高。当然它不像台湾的山很翘，这个就很直翘了就是一个坡缓，但是因为没有树木遮阴因为没有很多的遮蔽物，所以也是非常的辛苦了。那这个剖面图在我们看见说，从耶利哥这个平原在种植农业的地方要走上这一个耶路撒冷，附近常常有那些旷野或是高山。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在古时候呢，在旷野或是在偏僻的山地山路，常常会有盗贼、有强盗或是有野兽
那就会更大的风险了。不像现在啊，马路啦，我们开车啦，那个安全感比较大。所以呢，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是在表达出一个很难克服的挑战。这个挑战，因为朝圣者望山生畏了，路途很崎岖，有盗贼跟野兽埋伏的危险。那他也描述说，因为耶利哥的河谷在约旦河的平面，它有时候是还往地平面下面，所以加上700多公尺的那个耶路撒冷，所以2个相加，一个是地平面下，一个是地平面上700多公尺，所以加起来有1000多公尺。那行走在干旱荒凉的崎岖山路上，那是有一种风险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印证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路加福音10章30节，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你记得耶稣有曾经说过他说有一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下是往山下走嘛。他说落在强盗的手中，把他们就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后来这个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来救他，就像从耶利哥走，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就这条路而已，就遇到危险了。耶稣讲那个故事，表示说这条山路在耶稣的时代就是这样子。那更何况诗篇的时代就更早了，从有耶路撒冷这一个圣殿大卫所罗门建圣殿以后，这个山在慢慢的开发过程当中，都会有这样的风险。那这样的故事就可以产生说向山举目的意识，就象征了我们整个生命整个历程。朝圣者在艰难的旅途中得到上帝的保守、大的安慰跟满足的谢恩师。虽然有风险，但是有耶和华的保护，在白天在夜晚都不怕这样的伤害。所以在朝圣在往山上往锡安山的过程当中，它就是这首诗歌营造一个甘甜的气息啦就是为踏上艰险幽暗朝圣的人生之旅的圣徒带来安慰跟力量。我们说实质上是到耶路撒冷这个山上朝见主，但是这一个诗歌也在象征我们人生就是有一条山路要走，有人生的挑战高山在面前，那你怎么走？你要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毅力，靠自己的体力都是必备的，但是你不能预计那个风险。所以神的保护就是成为这一群基督徒他们在上山的过程当中一首诗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它描述成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高山，这高山在每一个人身上所显示的不一样。那跨越生命的高山到底在对我们讲什么？我们可以从那边得到一些学习了从山的想象，在原文的这个我要向山举，那个山是复数的，好像是群山的意思。但是圣经的释义，他在说这个山的复数，另外一个就是说，哇，非常的雄伟，就是这个山块非常的大。像我们台湾很多爬山的人很喜欢去爬南湖大山，因为这个南湖大山那个山块非常非常的巨大，而且有一个山谷非常的漂亮，很多挑战者都喜欢去南湖大山。那代表是什么？这个群山是让人家望而生畏，体力跟安全的挑战。更不用说我们台湾的社会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幸福啦。其实我们台湾有高山有大海你很快就碰得到了。我记得当初我们台湾不是开放了这个中国大陆的那个观光团吗？很多观光团他们最想来看什么？台湾的大海，因为他们有的在内陆的人没有看过海觉得说这个海是什么样特别遇到台风，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啦，非常的稀奇。所以台湾开一个车1个小时就可以到山地去了非常漂亮的山。而且台湾因为气候的关系，亚热带的关系，这个山
一天变化很大。早上太阳一来，哇，整个山谷非常的干净明亮。到中午就起雾了，到晚上哇，温度降了好多度啊。前2天不是新闻在报道说，因为大家热到不行了没有地方躲，除了开冷气以外，很多人喜欢跑到，因为暑假嘛，跑到那个武岭合欢山那个武岭去吹免费的冷气，因为在武岭那个地方温度就才10几度，哇，比开冷气还凉。他说变成大塞车，在山上竟然是大塞车，因为大家要抢停车嘛。好，那台湾的群山呢？台湾的爬山的那个湿式的比例很高，因为气候变化太大了，而且常常有下雨所以山路不很平整，很容易迷路，因为树林太茂密了所以台湾的登山者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就是台湾的山就是一个登山者的殿堂，甚至国外的人也很喜欢来台湾爬山，但是他们都是心存敬畏的心，不是征服，而是谦卑、仰望跟亲近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山很多人到国外旅游太多地方了，还是觉得台湾的山最美，因为台湾的山不只是有高度，而且还有云雾，看起来好像虚无缥缈，又很亲近，又很遥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MIT 台湾志牧师也很喜欢看，因为自己的脚没有力气爬山所以就看人家爬山也很高兴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原住民的社区去做短宣就感觉哇，这个山太漂亮了，很羡慕了，但是在自己的脚力没办法像一般人登山者哇，百岳啦什么到处跑，能够上山就已经很高兴。所以看那个 MIT 台湾志，哇，他们是大众走大众走，哇，是从北台湾的山一直走到南部的山，整个山脉，然后一次就是7、8天。我记得那个台湾志的那个主持人，他就讲说，我们能够完成这个节目拍摄，如果没有原住民的向导，我们根本做不来，因为在山上所有的装备、所有的食物都要用背着我们原住民的弟兄很厉害，他光一条背带把它靠在这个额头，他就可以背了30、40公斤，然后爬山，而且不会跌倒。说如果没有这群原住民的弟兄，根本就没办法完成。所以当初常常上山的时候，跟这些原住民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走山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笑话，就是说，我们爬得太累了，气喘如牛就问说，请问快到了没？他说没有啊，一转眼就到了。我说转角就到了你就不要相信，因为他讲一转眼就到，你要走个1个小时或2个小时，因为原住民人家说如履平地因为他们在山上走跳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们人要走就很困难。那我要向山举目，象征着我们人面对的一个艰难人生的山。这个山成为远看好像非常的遥远，你会觉得心生恐惧，或是一种畏惧，无法上山。看来很近，但是要一段路程。这个爬山向山举目，就是我们人生一个很特别的象征。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在上个月6月9号曾经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人生的红海安度法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山一个海，同样在不同的层面在象征我们人生所遇到的挑战。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高山的阻挡，也会遇到红海这样的阻隔。那生命的红海，我们上次提起说，就像高山一样，类似这方面的人生的境遇你可能是成长过程遇到的挫折，有时候是你人性格跟人际上的困难，你困难跟人家互动有社恐，跟人家侃侃而谈，你会觉得有恐惧感，这个也是一种高山，一种红海。那有人在工作，有在学业的抉择跟挑战，也是一种
高山。你在经济、财务或家庭的困难，也是另外一种高山横挡在你的面前。我们甚至有身体健康上的威胁，这些都是高山。所以，我们常常刚刚讲到说，生命中常常遇到红海，就像人生当中就是遇见一种高山的阻挡。但是，看你的态度，人生常会遇到这样艰难险阻，但是你知道这是人成长的历练。也是成就理想的必经之路。问题是你面对它的态度哈。那红海也好，高山也好，弟兄姐妹，你处理的方法，你面对的态度。生命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逆境，就是高山承载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可能说啊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平顺，那你只要躲在安稳舒适的环境里面。不接受挑战，所以这些高山跟红海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有的人是故意去找它，去攻那个山，因为这个山就是你成就的一个方向啊。所以你面对困境的态度跟回应，就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安度了哈。有人在说，人遇到困境会有什么反应？艰难、困境、危险。或是困难，大概有这3种回应。第一种回应是恐惧感来了，你困难还没来的时候，就先被恐惧抓住。本来事情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但是因为你对它产生恐惧，你就会发现说啊，不可能啦，没有用啦，啊，没办法啦。所以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上有一些恐惧的挑战，比如说啊，在游乐园，对不对哈？啊，坐那个云霄飞车也是这种恐惧的挑战，或者有人跳那个有那个拉绳哈，然后啊跳到那个山谷里面，拿一条拉绳拉住你。但更不用说啊爬山呐、山壁，就是我们说那一个攀岩呐啊，或是我们所谓的跳伞呐，这些都是一种恐惧的挑战。那一般人的反应就是困难还没来就先恐惧，所以你的胆量就减少了。第二个，面对困境的时候，你会责怪，会把责任推给别人，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也没有安全感。这个我们可以从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这个红海的法则，以色列人的表现看出来。第一个恐惧，遇到红海，然后把那个埃及的追兵来了，哇，吓得不得了，就责怪那个摩西说：“哎呀，你干嘛乱提意见，带领我们离开那个舒适圈，来到这个红海，你看前无路后无退路了，怎么办？”他就见怪了摩西，他自己就完全没有安全感。不承担责任，而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另外一个就是退缩。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责怪摩西之外，他还讲说：“哎呀，干脆啊，我们回去当奴隶好了，在埃及啊，总算还有一口饭可以吃啊。虽然呢没有自由，但是总是回到那边比在面到这边遇到危险，遇到生命的这个危险还好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遇到人生的经历挑战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反应？请记得，有时候是很正常的，因为人有恐惧，才能够趋吉避凶，对不对？但是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反应，你会发现人生一事无成了，你根本不愿意接受挑战，因为挑战才是成长的开始。我就前不久看到一本书很有意思哈，这一个心理辅导或是一个鼓励的书，叫做《你就是困住自己的那座山》。这个心理专家他写的这本书，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人生常常觉得那座山很难爬，到最后发现说，原来不是前面的山，你就是那座山。换句话说，你如果不能超越，什么山都不可能超不过去。那这本书有一些重点蛮有趣的。他说，我们人生可能面对的是人际关系、财务，或是某种成瘾，
网络成瘾药物成瘾或一种某种烟瘾习惯赌博这些都是成瘾，甚至是健康的挑战，这些都是成为一座山，就在你身上产生的。另外，可能是一种比较属于一种人生的一种感觉啦，焦虑感、自卑感、恐惧感，而且日常一点一滴的不满的情绪，你一些情绪的控管，在你身上产生很大的挑战，这个也是一座山。我们这个礼拜，等一下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要举行差派礼我们的主日学生呢上的这个课叫做“我是 EQ 小主人”，他就是要训练这些小朋友，在从开始有知觉以来，可能会有恐惧，可能有担心，可能会有一种自卑，或是一种愤怒，或是不快乐，这些都是一座一座的山。那我们的小朋友要借由这个课程、这个夏令营来学习超越它。所以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些点很有意思。他说，恐惧不会保护你，行动才会。换句话说，你用恐惧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事情，你动起来才会。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个最常遇到的，就是说，骑车、开车，对不对？好像骑车、开车，一般人觉得根本是小事情，有人就是不敢不敢上路去那个驾驶训练中心学得很好，然后要上路就不敢开出去，特别是高速公路，后面有人在扒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恐惧起来。但是他说，恐惧不会保护你，行动才会；忧虑不会保护你，有好的准备才会。有些人事情还没做就开始担忧了，所以事情就一直放在心里面，一直在搅扰着你，睡不着。但是他说，你准备好就不会忧虑了。还有一个，过度思考不会保护你，你去了解它，想太多不行，理解才会。所以这本书标题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必须征服的不是那座高山，是你自己。换句话说，山就是一个人自己，那你怎么样去掌握它？其中有一些描述很有趣，他说，纵观历史高山一直被用来比喻属灵的觉醒、个人成长之旅以及生命遇到挑战。高山，当你还在山脚下的时候，你感觉说，哇，那么高，怎么可能克服呢？无法克服这个挑战。所以很像自然界许多事物一样，高山提供一种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诗篇的作者就是有这样的领悟，他说，我要向山举目，那么高的山怎么度过？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有一种自我在询问的意识，然后他的答案是，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可以透过从具破坏性的习惯中吸取关键的自我洞察。很多破坏是对你是伤害的，但是你一洞察之后，你会发现说，不是你想象那么难，你走过来了。所以这本书它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大脑的和身体来发展我们的情绪智商。我们的情绪常常是变成一座山在腾挡着你，本来没那么困难，但是你被它吓到了。所以这个属灵提醒是我们前面的这座高山往往不是一个难题，而是我们内在的难题，一个不稳定的基础。所以可能很多人犹豫不决，有的人心中很烦恼困扰，还没发生，常常自己制造很多高山。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你辅导的别人可能也会这样，你的孩子可能也这样，你的学生可能也这样。弟兄姐妹，这本书他找的当然不是信仰，他要训练一个人自我的觉醒，但是我们很容易把它拿到我们的信仰来。他说，透过潜意识的层面，什么叫潜意识呢？其实基督徒就是借着信仰，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去分析，我们去判断，我们去请教高明的人，但是到最后这个困难怎么突破？基督徒就是靠信仰的能力，然后去释放
负面的经验，学习去扮演最负潜力的，然后我们才让我们自己未来借由信仰，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发挥自己的潜能。弟兄姐妹，我曾经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他在讲说，去做礼拜，好像很花时间的，对不对哈？但是有人就这样理解，我觉得他很有自己的感受。他说，有时候我要花很多钱去参加什么心理课程，去参加什么人格发展的课程，去参加什么卡内基激励课程。他说我都不用花钱，我礼拜天去就是在参加心理建设的课程，一个人格发展的课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来做礼拜，参加礼拜，听讲道，这圣经的真理，它就是一个最大能够帮助你的能力啊。那有时候舍近求远，跑去什么课程要花好几千块，甚至几万块。我们之前呢，我们在举行培灵会，那嘉义荣美教会的牧师来跟我们教导，也特别是我们这些领导者，这些核心同工做这一个训练的时候，女牧师今天我们一起做那个人格测验，做这个人格测验，它的主题它的一个名称叫做人格14星座的测验。那很多同工都测验过了，哇，大家蛮有趣，很有话题，因为他用14种动物来描述你这个性格的表现，然后又用14个圣经的人物来跟你对照你的人格的这个特色，这样子，所以它叫人格14是个星座哈。那我们的今年的那个门徒学校有学员也参加这个测验哈。它主要的题目也就是在让我们面对人生的高山。这个主题他说，性格跟幸福人生是怎么样去连接起来？认识性格，改变心智，然后创造生命价值，成就伟大的梦想。他说，这个人格、性格会影响人生的6大领域耶。那好像就6个高山摆在你面前，你怎么样去超越它、克服它？它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自我，一种情绪，一种自我控制，一种工作，一种人际关系，都一一在你的人格测验当中找出一个方案、一个答案。但是你知道不行，你怎样去超越它？有人的人生的这个性格是这样子养成的，已经定型了，但是你把它看成是你的注意呢，还是你的一个挑战、一个障碍呢？你要去超越它，包括你跟别人一起认识、跟他相处、跟他同工，有些是夫妻，有的是子女，有的是你的同事，或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我们怎么样去互相扶持、互相面对哈？那它这14种动物很多人测验很有意思的。我们教会也在推广说，我们除了这些核心同工跟门徒学校的学生以外，我们希望小组也可以自己做测验。你就发现说，原来我们组员大家彼此的性格属性是这样子哈。那这10人格我们就看一下，就这么多的动物这种动物的模型在我们当中很有趣哈。那有水牛啦、狮子啦、骆驼啦、猫头鹰啦，这些都在里面。那换句话说，我们这样的这个人格的测验是让你发现你的高山是在哪里。这个礼拜我们的周报有刊出我们门徒学校有10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写出他们的心得了。其中我看到今天的这个心得里面有我们的陈金台姐妹，她是慧能小组的，她有讲到她接受人格测验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很有意思。她说，一个人的改变并未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才能使我生命得着更新了。他意思说，参加这个性格测验，去了解、去认识，但是要改变是要借着圣灵的光照。他说，心思意念的改变是我未曾想到的，而改变后得到的祝福更是超过我所求所想。这是他自己亲身的感受，我们的金台姐妹讲的。那弟兄姐妹，你不只是认识你自己的人格特质啦，重点是这座高山
你用什么方法去超越？有人可能是借由知识、借由人力的帮忙，但是基督徒最大的帮助、最大的依靠就是主耶和华。你有没有接受这样的协助？我说一个例子来印证哈。有一个公共电视的节目叫做《谁来晚餐》，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他每一集会访问一个家庭。我在看他们应该跟拍很久了，不是说我今天到你家访问完就节目完成了。他可能从家里的成员，有的是工作，有的是他的生活、他的休闲，然后跟拍，可能我想要完成一集我想这个如果是国家的钱大概很困难的。我就平常看电视没办法跟着看就有时候网络上就可以看得到。其中有一集让我感受很深这一集他在第13年的35集，在2022年的有一个主题叫做汉服女孩跟离婚爸妈的安全距离。他看听起来很有趣他怎么描述呢？他说叙述父母、女儿一家3口的生活样貌。其实他是有2个女儿，但因为其中一个女儿可能不方便，或是没有参加拍那我要讲说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他说，主角是伯华跟静婷，还有他的女儿叫子木，3口。他们夫妻结了2次婚，而且离了2次婚，对象是同一个，而且住在一起。你看这个起头就知道说，蛮有趣的那我觉得看起来很有趣、很有感是，他们竟然愿意被拍，而且赤裸裸的展现出他们家庭的冲突、困境、他们的情绪、他们的不满都表达出来。我说这个用演的演不出来，就是很真实的层面。其实你如果回去搜寻说那一个谁来晚餐这个主题，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片子。哇，因为它是网络的节目，所以一大堆留言，我看是所有的像这种谁来晚餐的节目当中留言最多的，因为大家好像想要参与说这个家庭，我想给你什么建议，对不对？特别建言最多的就是这个妈妈，因为这个家庭是什么样呢？说到了吃饭的时间呢，这个妈妈她不跟家人同桌，她省好饭菜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生活里的每一天，子木和爸妈跟一般人一样走出家门，各自努力，但是他们走入自己的家，却像不同星球一样。女儿在自己的房间有她的世界，这个先生他是一个警员，基层警员。这个妈妈是一个潜水用品店的店员，但是大家没有在交集。他说好像有着不同遥远的安全距离。那我在看说，他这位女儿长得非常的文静，很漂亮但她喜欢穿中国古代的服装。她不只是参加那个 party 那个特别的活动她平常生活上就喜欢穿这样的汉服，然后去上班。她是一个律师的助理这样子。那我在想说，也许她在家里面没有温暖，跟父母亲的沟通不行，所以她借由穿这件汉服来显示她的特质。而且这个节目还讲到说，这个女儿她是世界不是有一个天才的组织吗？她是这个会员呢，表示她很聪明啊。那为什么这个家庭会这样子？原来在故事的转折当中，这位母亲她曾经年轻的时候被爸爸带到巴西去，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遇到很多的挑战跟苦难，所以那个伤痛直到她回来台湾还走不出来。所以在后续的日子，她结婚过后跟她的先生相处，就仍然走不出来。所以在节目当中一直把自己的压抑自己的这个愤怒都表达出来，怪先生当警员要值班都不陪她，她生孩子的时候先生不在旁边，反正她就一直抱怨所以那些留言都一直在对这个妈妈讲话
这位妈妈她犹如现在困住自己的那座山，因为家中充满了紧张、疏离跟低气压。网络的留言挺有意思哈，他说这个真实又真诚，很爱这一集，因为他希望他们全家都很平安。他说很佩服这一期节目的3位主角，光是真实呈现自己的家庭和想法就不容易。那大多人都针对这个妈妈，他说啊，你的女儿真的已经非常好了，很棒了。你的先生也很认真啊，他没有做什么坏事啊，而且也没有什么坏习惯啊，你怎么还对他那么样的挑剔呢？反正就是很多人帮腔就对了。他说这位妈妈愤怒往往是恐惧的投射，她在成长过程中她自己受伤害，但没有得意识，所以她就把她的愤怒，把那座山挡在全家的面前。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有人描述一句话，他说：幸福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啊，是一种倒装句的感觉。当一个人成长过程受伤害，他可能一生都一直在为这个伤害在努力，可能没办法克服，所以要走过很多的路。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说我们需要内在的医治？基督徒会走进内在医治，是因为我可能童年被霸凌、被伤害，我一直伤到这个心，我的生活、我的反应都没办法走出来。所以这个留言真的有人写说，这个妈妈需要去教会，因为她知道人的方法没办法改变她。当然有人直接讲说，这个妈妈需要去做心理医生，看心理医生，去做咨商了。不过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小小的一个故事让我感受到说，哎呀，大家都很想要帮助这位妈妈，因为她妈妈的脸色看起来就是一大堆苦难，一大堆不满在她身上。大家有兴趣去看这个网络搜寻就有了哈。这个汉服的女孩跟她爸妈的一个距离，哇，那个留言多到不得了，看不完。那这是一个家庭的日常呢，但是也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呈现到。因为很多留言讲说，哎呀，我看到这一集就想到我的家也这样，我的爸妈也这样，或是我可能会这样。就是我们人生这样的困难都时常在。弟兄姐妹，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是的，我是困住自己那座山。我像这一个谁来晚餐这个家庭的妈妈，她伤害一直无法去释怀。记得，好朋友长辈可以帮助你，但请记得，诗人这样讲。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来复习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力量。3到8节，他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既然他是造天地的，等于你所有困难都无法超越这个造天地的神嘛。第二个，他的帮助到什么程度？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不打盹，在你的右边庇荫你。第三个，白日的太阳，夜间的月亮不危害你。第4个，他还要保护你的性命，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给予我们永恒的保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礼拜，来听信息，不是听一个什么演讲，得到什么知识，是要让你知道说，原来大家都有遇到的困难，大家都有的高山。大家想尽办法要去超越它，原来发现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所以这一句我要向山举目，也许可能改变另外一个模式，说我要面对这一个困难，我要向山举目，就变成说我要看到这个财务的山，我要看到这个健康危害的山，我看见这一个人生的抉择路怎么走的山，我看到这个未知的旅程的危险，这个山。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跟神说，神啊，我需要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认知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怎么样超越它。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呢。彼得前书5章第7节，他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将一切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将你的困难摆在神面前，因为当你说耶和华，请你帮助我。等一下我们要唱一首诗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医治的祷告，我会邀请各位不要客气，或是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这座山，你要靠神帮助你超越，别人只能在旁边给你鼓励说加油努力。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向山举目哈，这一首很简单的诗歌，但是我们请如果有敬拜团的同工可以拿麦克风一起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一段第一段我们要唱2次，然后再唱副歌副歌来。会唱的跟牧师一起唱。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重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接下去，白日太阳比不上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再次，白日太阳比不上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最后一段，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感谢主，愿这首诗歌诗篇成为我们一生最大的帮助，我们能够超越每个人所面对的高山。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要一起做医治的一个祷告时间。现在父神，我们人生会遇到高山，不是我们故意要去找它，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所必然会碰到的。因为我们要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要看见神的应许是那么的美好，所以这个山我们要爬过，我们要超越。但是有时候我们用错的方法，我们恐惧，我们畏缩，我们会责怪。神啊，你是帮助者，我们要从你得到属灵的能力，因为主你保护我们，不打盹，不睡觉。你在夜间，你在白天都要保护我们。神啊，愿这样的能力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当我们跟主祷告的时候说我要向山举目，就像我们看见前面的困难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勇敢的回答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样的信心，求神赐给每一个愿意超越高山的弟兄姐妹。愿神的医治也赐下在我们身上。我们卸下的医治祷告，求你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在你面前勇敢的呼求，
愿神的应许跟同在，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身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阿门。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医治祷告时间，我们请同工带我们一起唱《是我自由》。在唱的时候，勇敢，弟兄姐妹可以走到前面来，在楼上也可以下来，我们一起来医治祷告，一起求祝福。我们且祷告同工、服侍同工也预备，一起唱这首《是我自由》。感谢主，一起来。是我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勇敢的走出来，赶出我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需要被服侍的在前面一排。前面来，到第一排来，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来使我自由。我们音乐轻轻的来，我们请同工开始来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来服侍，愿神的应许，愿神的医治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神的医治跟你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主！神的恩典跟你同在，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神医治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一起同心祷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信心的交托，一个医治的呼求，求神亲自赐给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需求，也自己按手在自己身上，愿神的医治也临到你，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神啊，求你怜悯，赐下医治，赐下释放，赐下保守，恩典满满，医治满满，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求你医治，医治，圣灵恩膏高抹，医治，释放，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神医治跟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是的，主啊，求你医治、释放每一个人的心灵的软弱，医治、释放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平安喜乐医治在我们当中，平安喜乐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医治，赐下医治。圣灵啊，求你医治，赐下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身上。感谢你。你的灵啊在哪里？我们请弟兄姐妹站起来好不好？一起唱这一段副歌。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使我自由。这个时候，我们把手按在身上。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把手放在身上。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祷告，而是一个信心的呼求。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受医治的弟兄姐妹。亲爱的父神，我们将站在前面这一群弟兄姐妹交托到你的手上。我们有经历肉体的病痛，我们有心灵的忧伤，是有一些高山我们爬不过去。很气馁，很软弱，甚至要放弃。但是主啊，你应许我们，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阿们。主你是不打盹的，是不放手的，是永远陪伴的，因为你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
是的，我们将这群弟兄姐妹，包括在线上、在座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按手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遇到任何的病痛，只要你肯，你愿意，你施恩的保守啊，宝贵的恩典要在每一个人身上展现。主耶稣，你应许，你受鞭伤，我们必得医治；阿门。你受苦，我们必得平安。阿门。神啊，将下医治临到我们，让每一个人在身上见证神美好的作为、医治的作为。我们特别为教会当中有遇到癌细胞攻击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主啊，人的能力有限，但是上帝的大能要展现在每一个受细胞恶者细胞攻击的弟兄姐妹身上，让他们完全得释放，完全得医治，让他们完全得洁净，在你面前看见神赐下新的细胞、健康的细胞啊，一个有活力的细胞在我们当中。主啊，只要你肯，你就能够让这些事情来呈现。愿神的医治临到我们，让每一个在你面前接受祷告的弟兄姐妹，靠着信心看见神的医治临到我们。再次奉你们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回座，请坐，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哈，我们来做奉献，然后等一下有一个差派哈，谢谢。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本月金句，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最后面，一起来读。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平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各书3章17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主任牧师是曾瑞平牧师，司理是黄俊君执事，其他有服侍的同工在自行参阅。我们翻开周报第4页，
这个礼拜7月18到21，会有主日学的 EQ 夏令营。等一下会有做全体老师的同工的差派礼，那也为这一件事情夏令营的来请大家做一个代祷的动作。这礼拜7月11到14，提摩太由曾牧师带领去新化口碑教会去主持教会的儿童夏令营，今天会回来，感谢他们的服侍，大家也为这件事情来做一个祷告。下礼拜主日7月21号第2堂礼拜后会召开定期的小会，也请小会员预备心参加。在小会在7月11号礼拜4的时候，在成大为王文兄弟兄举行临床的洗礼，也接纳为本会的成人会员。第7项的部分，本会林方明弟兄的母亲与林维斯干事的祖母林谢秀琼长老娘于7月10号安息离开，也定在7月20号的礼拜六上午10点会在台北的敦化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请大家为他们的家属来做个祷告。求神赐下安慰跟信心的力量。以上，请牧师来做一个补充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做一个介绍然后有一个义卖的一个小短片。之后我们要请主日学老师有代表了因为他们现在第2堂还在继续当中。那有校长跟几位同工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他们做祝福。再过来的礼拜4到礼拜天有一个100人的一个夏令营有30-40个老师50多位小朋友我们要为他们做祝福。那我现在先做介绍首先我们欢迎呢，就是我们的叶敏雄医师他的孩子叶聪颖全家从美国加州回来5位我们全家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好不好？好，全场谢谢，欢迎，谢谢。叶医师啦叶医师的囡仔拢在美国暑假5个全家5个都回来，应该是叶医师的儿子女这个媳妇还有他的孙子那个孙女婿是不是都不需要。有3个，3个孩子，好，欢迎你们暑假难得回来欢迎你们。第2个介绍的就是李怡萱姐妹，李怡萱姐妹在这边，欢迎你。怡萱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谢谢，请坐。怡萱姐妹她是洪梅芬律师的好朋友，她特别来参加第2堂华语的礼拜那一个小小的报告，我透过那个投影片来介绍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交响狂人跟退潮坐在岸边的电影它不只是针对青年或是对中年，欢迎弟兄姐妹这2个时段也可以来参加，就这个影片了解一些这个社会的各阶层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影，是一个剧情片，但是一个关怀的影片。第2个就是这2个片，我们在7月20跟8月3号。那第2个是我们的情绪共舞心灵讲座，是在7月27号礼拜六早上，欢迎来听讲那天他们要透过这样让你心灵的关怀，还有他们出了一本圣经，是跟心灵关怀有关的圣经，也可以从那边学习到那另外我们这个是诗篇的抄经我们已经推广，已经50几位报名，快要60个难得以前我们抄箴言是抄1本，现在变成3本，但是很多人勇敢报名了已经领了书了。那欢迎你们再写完交回来，如果时间来得及就参加公报社的这一个抽奖如果我们教会自己完成了，我们就有纪念品可以那我们在楼下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有人看到，就是我们有一个更生团契举办的一个永新幸福农场，
他们举办一个中途之家，就是专门来制作这一些非常好吃的食品啊，牛肉冷冻食品、烘焙点心啊来义卖。我们来看这个影片，是他们一个庇护工厂的意思啦，哈。这是他们的传道，水饺啦，哈，点心啦，还有种植水果哈。带我回家是他们这个有点像他们的 logo 一样啦哈。牧师在简单解说，就是这一个更生团契他们在台南地区哈。我们知道在山上山凶啊，那个山上区啊有一个监狱，专门是在做那个成瘾戒治的一个监狱。那很多人呢好不容易能够完成戒毒，然后出来。我们知道那个诱惑是还是很大，再犯了很多，所以我们基督教更生团契就是安排这些人呢，能够从信仰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这一群愿意接受信仰的关怀的人，就组成一个永新幸福农场中途之家，因为他们平常要到普通的职场要工作，很多人会有畏惧，所以他们就自己成了一个用中途之家自己制造这些食品自己更生自己有一个生活上的照顾，而且他们的严格很标准就是不能随便乱请假，所以不能随便乱跑，接受这个信仰的医治他们很用心他们制作的这些食品是很合卫生标准跟这是一般社会的一个要求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吃完午餐或是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楼下去。他们有些都是要冷冻或是冷藏的欢迎大家来采购帮助他们能够在这个事工上推广，能够照顾更多的人。其实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来关心这一块比如说我们的胡长老他们的工厂有时候会邀请这些更生人来工作我们的好像燕皇姐妹，她也常常会接纳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他们这个是集中在一起工作，那彼此的关心跟保护会更大所以欢迎大家来支持就用你的义卖品来帮助他们。当然你可以多买几份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帮忙推广包括你如果家里在卖东西的，也可以把他们批发来卖帮他们销售就对了期待大家。好，我们最后呢要邀请我们的主学老师校长到前面来，可以吗？校长来，我们的龚校长到前面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校长来报告一下你们这一次的活动，请大家带导的事项。我们站前面来站前面来。好，有在场的都可以下来这一群是核心干部啦来你说。好，牧师各位兄姐平安。平安。谢谢大家的带导跟扶持。我们今年夏令营总共有51位学生参加，那同工的部分。提摩太和主日学都大约有20多位的学生跟老师参与在当中。那另外很感动的是，有5位教会的姐妹主动勇敢站出来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团队那也请大家持续的为我们代祷，因为祈求圣灵在我们不足的地方，因为很多的事情那在我们不足的地方成为我们的帮助，然后在陪伴这些神放在我们手中的这些孩子的时候，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让这一群孩子能够感受到和外面世界不同的是耶稣的爱。好，谢谢大家，以上报告。
好，谢谢报告哈。那弟兄姐妹，我们也许在上班时间没办法参与啦，但是我们有代祷如果有义工可以来帮忙，都可以来哈。感谢主这一次有50多位小朋友来啊，而且我们看这边还有2个男生进来了哈，不然都是女生比较多。但其实我们的提摩太现在可能结束了，他们在口碑教会有20几个在那边帮忙，所以照理讲，他们如果今天在场的话，就一大票在这里了哈。那这一次的时间虽然只有3天半，但是其实是整天的，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哈。那体力上的支撑很不简单，欢迎大家为他们代祷，而且愿意奉献更高兴。你要当志工，可以来跟我们的校长来报告。这个时候，我们举起你的右手，好不好？我们要为他们做祝福差派的祷告，祝福他们。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兴起了一群关心儿童、愿意在暑假陪伴的这群老师、志工以及青少年。他们要在礼拜4到礼拜天3天半的时间，整天的时间陪伴这群可爱的小朋友。特别今年的主题叫做"我是 EQ 小主人"。每一个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情绪的搅扰，或是困难，或是价值观的一个偏差。我们愿意透过这些课程，让小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情绪。健康成长，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因为建立健康的性格，就会带来一个美好的人生。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些老师，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之下，身心灵都健康平安。让他们无论是用诗歌，无论是用讲故事，或是做游戏，让每一个老师都发挥他们的专长，发挥他们神给他们的恩赐，他们所做的都荣耀主。特别有一些是社区的小朋友，有愿神亲自的感动，那些小朋友从小得到信仰，则得到福音的信息，那么有一天能够加入教会，成为神国的儿女。主啊，奉你们来祝福我们的校长以及这群同工、这群志工、这群青少年，也愿我们每个人的代祷，神的恩典赐福在这个营会上面。奉主名来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祝福他们，谢谢，请回座。好，我们在这个时间做结束，我们请我们的诗会。颂龙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龙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结束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遵从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恩典，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来避会。第二堂已结束礼拜，请会众互相请安问好。